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中秋节的第一个行程是到中和的航路地参拜。敢问这个郭台铭退党的代志，郭文泰回讲，这个国民党都是因为有人把个人的利益放伫个政党利益的头前，才会舞到今仔日这款的局面。中秋节的第一个行程，台北市长郭文泰到中和航路地福德宫参拜。过前一天，郭台铭大动作宣布退出国民党，是不是要独立参选？个人利益大于政党利益，要不是这样子会搞成这个样子。其实是这个知道就不要讲了。郭台铭的退党，好亲像甲某一个哪样关键人物有关系，但这个人是谁？郭文泰无愿意加讲。颠倒是郭定阳已经替郭台铭的参选之路铺路啊！听讲全台有2000个连署点，30工之内当替郭台铭摕到50万份的连署数。我意愿穿着那个背心在便利商店，然后帮忙联署。哦，不要了，帮他填地中就好了。如果郭董要出来选，我们现在也是在做转换的一个动作，看能不能把它转给那个郭董那边来做联署。郭文泰的台湾民众党已经有出现着家母带家囝的情况。伫身边的民进党籍台北市政顾问张恒祥，穿自制选举背心，公开宣布要退党，替郭文泰。提名的程序之后，确定之后，我一定会主动退出。另外，来自新住民离代逢甲大学助理教授何景莹，是计划要参选台北市中山松山区对决蒋万安甲吴怡农。因为韩国瑜不是说我们新住民都是一群鸡吗？那我要证明我是，就算我们新住民是鸡哦，也会是帮台湾下金鸡蛋的金母鸡啊。若要替台湾民众党筹位，嘛要为郭台铭做工。郭文泰一个人分析几个角色，实是有够无用。